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要老唔讲嘅，也下捱睇花界，也個辛苦係有價值嘅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全员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嘅花，係天初嘅花而已。爸，给买伞啊！哎呀，唔好安尼亂田同啊，你弄嚟弄去啊，安樣狗藥嘅啦。哎呀，坐好。晒哦，阿姐啊，咱老母呀有年大字拋嘅啦，聽講吼，因狀況啊，去南洋做面咧，青島嘅哦。唉，台灣人啊，我出頭前嚟啦，很好哦。爸，跟买木竹安那是怎么好？我好嘅啦，也下吼，日本人講唔到人家條嘅，有青島青腔嘅欣賞哦，我轉來呀。真的哦。真的呀，阿姐，你都頭髮哦，好好保養嘅，電腦也木住好嘅吼，爸就帶唔來嘅苗片，看人做太氣，吼，嘅鑼鼓啦、鈴車，叮叮當當、鏘鏘鏘鏘，勁好棒嘅，知冇？還有哦，嘅那個弄石嘅啦、亮亮啦，嘅自跑嘅幫到鬼了片嘅，很難樣啦。田亮那邊哦，幹嘛小事啊？哎，你番薯牆還沒走噻？吼，熱結吼，哪較道德轉來哦，較色彩啦。哦，拍攝。拍攝。唔好安尼好，根本老人又冇嚴肅。你應該啲標自跑的歡喜，那阿姐還冇做吼，多見都蠻好，我心頭阿扎啦，樣啊，不用乜自跑。佢唔係要講，阿姐嘅木做嘢好嘅，唔也下要按，莫按更加好。喲，個係呐，唔千倍呐，哦，那你講哦，阿姐嘅木做怎麼好呐？槍一種做呀。我喺度個怪死人嚟呢。阿妹去山东我早要错了，不搞看的啦。当电影啊喂，你老记叫我走咧。
做嘛个啦？你啊，阿基，怎样的啦？哎呦，甘心哦！我唔得7点8点啦，我无惊等下老公厝边那边对男友送归来。啊，本来想讲老公归来的咩？啊，以后有老公天数的，啊，你来做讲好过的啊。那代表老公给你送归来。好，你叫啊，团起期啦！啊，你爱冇做马海的啊？哎呀，以后哦，都较生意又大咩？啊，公婆又老的啊！啊，今日8球的哦，全部可以今日嘅总有拉惨的。啊，见哦，又嫁啊老公已经过世的。等家老公等安久转来咧，结果家老公树堂叫乳堂，木就乳签名，木就签名吼，规身银子摕来啦。木就签名，规身银子摕来。哎呦，阿酱阿妈呀，阿酱还木就好，也好啦，也好啦。我没讲你阿酱啦，你莫误会啦啊。妈个，唔做你意思啦。我来讲哦，啊，我来啊，我一定要留佢以后，我唔会本二啊生人来破伤啦。哎呦，我千万不要留佢啦。那个日子我唔会留佢以后啦。宽容啦。没事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了。我嘛甲方法都试过诶，将来莫做喊迄忙好，我算样诶啦。阿妈，阿妈呀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啦！样诶啦，妈好消息啦。哎呦，甘心哦，咱都看阿酱哦，有救的啦！真紧哦。系啊，隔壁吼阿 Q 来请来了啦。阿姨讲吼，今日生日有个老欢喜啦，阿姨都卡3团银吼，专门给营业冇准呢。真的哟。唔请伊说吼，迄无钱伊亲密款片啊吼，请所有用的钱的哎呦，哦。好哦。嗰说他敢有迄老嫌人呐。老嫌人。系啊，阿姨头拄有个好消息哦，我出家嚟做来同讲的啦。哎呦，阿弥陀佛。你阿卡无好行了，生意啊。哇你啦，看头发对不？好嘞好嘞好嘞，乖乖。我好像去过还蛮多啊。看远点的啦，以后就多的啦，吼。可是为什么很好？咪讲无效咯，我老讲，佢老欢喜吼，像神样的呢，人按眼变过啦，几天不老，人你冇做靠好，乖乖啦。哇，亚光很好，很亮哦。戇姑，來了呀哈，人家叫行哦，我啱沒有？哎呦，佢聲音掉去啦！哎呦，俺要行我結結，來來來，阿妹，干嘛给上？那要馬上。又来了，真嘅有啦，阿妹。唔好按你弄來弄去啦，中央冇重樣嘅，係咪要掉下來啊？嗯。阿妹，嘅啊，嘅50條。等我睇咩？阿咪老你講啊，唔知嘅50條係乜講啊？唔知。呀吼，係阿婆。
因遐妹哦，说是一个人来讲的故事哦，叫50条呀，这伊才20编的啦。伊以前吼，妈妈会出去救人，就真好心哦。结果吼，伊尸体以后吼，就变做50条的。伊吼越亲哦，就安尼渐渐的散，安尼东江都说的。然后伊看这50条好吗？好啊。好，来亲一下啊。乖。这样啊，那就好呀，那个都看到50条哦。这样，50条不会多了。这样，等会。最后嘞，来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哟，见碰我们看佢碰快皮咧啦。是的啦，我都好了，亲路线唔看片的啦。哦，我顶唔亲佢啦，俺估佢冇出，唔是来转的啦吼。啊！我真他讲啦，我还要到行东院的路呢。哦，怎么顶女无行过来呢？我哪也冇做，佢地方人怎么好？我根本一条看到路线嘅，冇我佢真係鬼死人，你我冇干冇杀啦。我把我幾大隻，根本冇可能會轉。啊，咁唔看埋伊喺行鐵廠度好冇？好啦，聯絡唔到啦，幾日擺啊，佢出門都幾下年咧。咁我到啲一訂佢去。哎呦，冇行啊，又唔曉意，我按你咩啦？哎呦，我哋退下來好冇？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视力。爱的诗篇，一须之恋。有人在嗎？哟，見碰我們看佢碰快皮咧啦。是的啦，我都好了，親路線唔看片的啦。哦，我頂唔親佢啦，俺估佢冇出，唔是來轉的啦吼。啊！拜託啦，我真他講啦，我還要到行東院的路呢。哦，怎麼啲女無行過來呢？我哪也冇做，佢地方人怎麼好？我根本一條看到路線嘅，冇我佢真係鬼死人，你我冇干冇殺啦。我把我幾大隻，根本冇可能會轉。啊，咁唔看埋伊喺行鐵廠度好冇？好啦，聯絡唔到啦，幾日擺啊，佢出門都幾下年咧。咁我到啲一訂佢去。哎呦，冇行啊，又唔曉意，我按你咩啦？哎呦，我哋退下來好冇？哎呦，我都唔跳啦，好快啦，好快啦！叫！哎，阿爸，你點解這麼早轉哈？天是變的咩？身上記得落去啊！我先給上來。安子誰？安子誰？老孫呢？應該從遐來冇出現冇？冇上岸倒啦，冇燒啦，真重要哦，就做咧看遐來阿強的啦。也前檔啊，唔卡卡的，伊迄落下來，做太水。
吵啦，弄来弄去，很难看啦，给。哦。阿妹，姐，莫惊啊，一下就到了，阿妹。哎呦，阿妹姐，阿妹姐，阿妹班，来，我要包啊！我要包啊！来，树，企好，好，企好。哎呦，咦，好嘞，好。哎呦，cái trộm cái ăn mày cáo nào, cái hang suy ăn chim ăn kia à, cái trộm mà hắn ở cổ hang à. 哎呦，嘿呀，俺娘个弟喏，一下子都按太水啊。cái是係哦，你阿山隊係天氣好，冇甜冇錯嘅呀。你講來是來，講走是走，cái kiện落水是來出hàng水啊。你看啊，跳下喊落太水，你看到好聽了。俺只說哦，好得有呢，冇吼。俺兩次來吼，真的是冇干冇啥的啦。俺只說哦，俺只說。我記得咯，cái hàng水跳起來是的，冇過hàng哦。我也不記得。等你了。俺只說哦，唔順行啊，俺只說。來，睡啊。冇呀，要叫个算叫嘞，你冇好。你好不冇好？cái路線人講哦，牽手冇生意識條，你識條就冇識到講，你嘛冇好。要叫我安撫，我冇呀。在面子，cái mù phu như họ nó yok này nọ, cái sơ à, nếu sơ yok ya sơ chụp sửa ha. 好啊，來啦。阿江，唔同阿爸，我拿埋個東西出來啊。皮看啊。哎，痛的呢，俺冇事啦，俺冇事痛的。這樣皮哈，阿江，你要個是落去啊，一痛了就不是了。唔過，要叫我安撫。痛的是落去就唔會撫的啊。來，夾實，來。來，唔該，很強哦。好，來，好，吃糖的嘞。哎，俺冇事，冇事要的呀，冇糖的好事。唔過不用做我阿將點睇你啊？你係出來幫你點啊？哎，冇這樣，阿江，是要呀，這個搞的，後悔那就生也要哎。後悔阿姐，你放起來喏。
哥，你这个做嘛介啊？嘛个煲，那你用头毛啊？我伫吐过年啦。过年？嗯。嘛介迄过年啊？像迄啊，头摆吐个迄日本人个 REUAO， 了下就变做国民政府搞个波破莫佛啦。唉，我都好多啥无办的。哥，你做这读书真运动好呢，做得好多按多东西。阿妹讲啊，有读书啊，以后才会出头天。等也无做好咧，要做得去读书啊。阿哥啊，会吐唔起啦。阿木做唔会好咧啦。阿酱啊，莫说好无，给木做会好啦。真个咩？系啦，来，阿哥先来教你你讲讲秀出来咯。你按简单，你讲秀才郎，奇葩马，高脸头，俺没会念吗？吼，唔系啦，我去教你念嘅系叫啥国语嘅。国语？系啦，听得俺念哦。第一句系夜刚刚。夜刚刚。接下来秀才郎。秀才郎？唔系啦，系郎。郎？嘿，七二三，骑白马。骑白马？嘿，接下来是海记，哎呦，唔记得啦，过年实在很难哦。唉，阿姐，唔看啊，你下老辈真系你讲话话呢。先生讲过啊，头摆个细妹啊，都会拜记哦，记啊就会保庇记着个愿望实现。个唔想去读书，你要做得来拜记啊，求其用个毛主实好。个细妹拜个，细来拜，咁友好？友好啦，当然友好啊。阿妹讲过，你数字条啊，做唔得自己呢，无人让你讲要，过天呢。吼，记啊，又个人跟你讲，就会个人跟毛主啊。来啦，用数拜拜的啦。哦。来去老板。请保佑我老太嘅毛主做得好起来。你神啊，我拄他未嘅花哦，我还有老嘅有台湾，有富嘅有嘅，过天呢。希望你做得本来嘅毛主，较见得会好起来。本来做得看到动讲嘅东西，还做得老阿哥向阿姨读书，拜托啊！
讲吼，遐三哥吼，唔伫妈甲身边的哦，来到安姆卡吼，唔伫好事啊坏事。哎呦，我meu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安切了，安切了。阿亮啊，你老要约的吼，哪一半这样说？啊？哦，我等下去钓鱼啊。番薯，一下就准啦。哦。出来做嘛噶？哥，你可以到了呢。真的？真的啦！我骗啊哦！骗人做嘛噶？别激动。唔记，上机，我可以到来啦！你真的可以到啊？是啊。好，晒晒落去啦，还没讲。我家帽子好了，我家帽子可以到的啦。阿爸妹，我帽子可以到来啦！嘿，我可以到来哟。哦，阿酱，你爱嘛？会痛吗？不会痛啊。不会啊。哎呦，娘啥？你又走出来哈？老娘都讲娘还是讲没糖啊？妹，你有事啦？哎呦，寒切咯，要骂你啦！这死你还没背的哈，咩都系鬼叫个死爸爸叔叔。讲你了啊，看到有冇人啊？先讲啥？这样，你敢讲吗？你讲看到牛屎的吗？阿江，你有冇做看到呀？哈？嗯。阿妹，阿江嘅梦主真可以到呢。係啊，還可以到跟阿爸妹啊，散的呀，還有阿美你，搞跟牛事啊。阿母，阿江冇做看到嘅，啊，天公要破壁呢，阿江。哎呀，阿江哦。本台新闻报道：交通部宣布警备全面实行，车马靠右驶，行人靠边走，要扶幼眷人，实施嘅學習嘅習慣。同時，各級學校也配合政策上嘅頭，宣導兩項交通新規定。阿亮啊，阿江還冇做哦，真好。
对哦，去注册，阿妹是没办法填的喏，唔能让我吐好去哦，对吗？对啦，阿妹。阿妹，我冇去讀書。好啦，等下帶出去讀書，好嗎？啊，這樣。阿妹，我哋落去咯。好，加油。你兩啥？書拖睇住幾個鐘啦？冇啲弄玩的搖搖呀呀，係冇哦，皮人啊強卡很掉哦，對嗎？哇，很多種咩啊？有冇一套？阿妹得啦，還有橄欖呢，好想食哦。阿買無？啊，行啦行啦，我輪菜啦。辣椒，包子馒頭，辣椒。這樣夾到的啦。這樣行喲，聽完轉哦，水本還沒盤哦。我哋再過看一下啦。哦，有蠻好看嘅喏。條家講，日咧被發出來嘅事，我天橋係咁用，當好看呢。唔過，那邊按貴，你買唔起啦。阿莫，你做希望阿妹，看佢喊冇？阿妹，我買部 M。睇你買乜嘅那邊啊？廿八一張廿零廿幾咯，這忙哪種都不愛，人家都低毛哈，人家都啥物睡不着，佢食的啦，用的啦，做的啦，行行做科技啊，一下要買一個有的冇的東西，買乜事啊？買5公斤啦，哎呦！行啦，安全吃饱嘛？安坐。阿姐，行啊，我都唔猜呢，會俾先生發氣哦。行啦行啦。阿姐。爸，你怎麼來了？哎呀。哥，爸怎麼來了？阿六。爸，你轉來了。係啊。好在用蘿蔔卡聽書，
你亲枪啊个，哎，阿江啊，来，打开眼目珠。好好的呢，好的呢，百行欢喜。唔加多個北圖啊？係啊。哇！誒，一萬萬咧係乜嘅東西啊？梗係田蔣嚟啊！田蔣啊？唔過，買田蔣啊，硬質。佢講做隻鬆色嘅花已經凍漿，唔看你有冇色？哦。阿江啊，想要買蠟筆啦，不過阿妹唔肯。爸，你做點買蠟筆本來嘛？好啦，爸。阿江啊，阿妹想講總得買啊，唔掠下有老阿爸頭，迄部阿妹滴哦，迄部唔盼哦。爸，買本來啦，買蠟筆本來啊，好啦，爸。爸，買蠟筆咯。唔看，佢田蔣啊，冇事，好啦，爸，拜託你啦。幾好，有啲咩蠟筆呢？唔看，你眼仔係放喺田蔣嘅啊，做得用蠟筆鬆色，你動多色，一定凍漿啊。好啦，爸，買本來啦，好嘛？爸，好啦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须之恋。阿江啊，想要買蠟筆啦，不過阿妹唔肯。爸，你做點買蠟筆本來嘛？好啦，爸。阿江啊，阿妹想講總得買啊，唔掠下有老阿爸頭，迄部阿妹滴哦，迄部唔盼哦。爸，買本來啦，買蠟筆本來啊，好啦，爸。爸。買蠟筆咯。唔看，佢田蔣啊，冇事，好啦，爸，拜託你啦。幾好，有啲咩蠟筆呢？唔看，你眼仔係放喺田蔣嘅啊，做得用蠟筆鬆色，你動多色，一定凍漿啊。好啦，爸，買本來啦，好嘛？爸，好啦。阿妹，江，你怎樣啊？嘟忙啊？哪有呢？冇啦。又等一兩日結啦。將來有冇數腳細細啊？好。像我老師眼教。你死咯，後步，大排算，東西哦，有冇叔叔啊好？丈夫算，鹹菜乾樣啊，唔好拿去食啊，我還是欠到做多事。
爸，你看，这里还拉别啦。哇，这个动作神呢，像田径一样哦。嘿，动奖呢。哦，做迄也合特别咯。嗯，买不用好，这时间啊，都要来看佢哦。买东西我老去买东西呢。佢呀，发起来一天动奖。好啦，爸买本啦。爸迄买本啊，侬好好写伊哦。还有啊，莫同阿妹讲哦。哎呦，你哪来的钱啊？让我听听来喏。我看你就两十头头裂裂，我自己唔参赛。还有嘛事干呀？冇。拿了，还有冇？冇的啦。拿出来啦！冇的哦。菜。阿妹，拿第位来啦。阿将嘅木主张好，其后花图买盒粒笔本记，冇相干啦。按面底嘅木主张好，迄件安尼几年调等来画图，啊木主要娘啊娘娘啊，咪来拍呢啊！阿妹，好啦，买本来啦，你买本来哦，我会动头发哦。好啦，阿妹。莫安尼啦，阿将要2年，抹嘅就看唔到，抹嘅就冇，就枪头也红天天，就买本记啊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我已买本啦。出来就有的啦。阿将有啦笔嘞。你做在发 mail 的呀，叫的呀，帮大家看啊。没有，有舒服有，买你不买？啊，冇啦，娘的呢，穷用最笔啦，有侦查嘿。我给你拉笔嘞，让你演笔啦。别，冇啦。爸，现在转啦。冇啦，我要拉笔啦。好啦，转来这样讲好冇？算你样的啦，佢冇得笔又冇死。你看你妈转呢，妈转。啊？好嘞。雕塑了啊？阿姐，我头发哦，我实在明无呢。毕竟合粒笔张几多钱？做嘛唔买本件咯？我係嫌頭家算較便宜，其實唔係啦。我係想冇捉佢咧。你讓我講出有理啦，我嚟送公文咧。哪依啦？今日你那塊做嘛叫到咋啦？即公升，阿基，講緊唔係阿妹家先生咩？係啊嗬，佢算係講冇唔錯噶。我會按住個誒，你這條土色咪落泥沙，你哋咩乜嘅鬼事啦？哎呦，艱辛咯，攞啊你咯，出差啊！叫你家妹講啦。好，來，夾嘅。nhà老公吐好了嘛，開房間啦。你講嘛噶？要看慘哦。哦，真的冇騙你啊。喲，佢把衫褲哪顯啊？阿基來咧啊！唔知唔會記咩有看到？阿基，真的假呀？真是的啦。我屌佢幾張好啊！佢孫了，還騙我講嘛要送公文啊！我看我見不以後，讓我輸嘅路面。阿妹，係啊，夾。
嘅木柱，看見思想滚滚嘅浪花，最閃亮嘅真情，發出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高嘅山青，花開花落，人生已出現，三萬大洋下起。